我前天提高。你和干什么 ？USCBC 干什么都个80多样的人去为处爬岗，那上路嘿，那路出嘛，没得啦，我这大姐，你18路了，你别人的亲。USCBC 这都变80多不会能说，前面不干啥皮好你们说了，那你80多不你能说，你听吗？跟前那了，拍啥胶呢？啥都整，俺们80多处理了哈，那么明白个好嘛能进来了。不看嘛，干能拿来了的是，所以，你比他们聪明，好你们干能拿来了，USCBC 人本都把 Dr. Role 把名的把对别亲了毛咪伪造的把那伊拉人物，能听吗？那奴出。